12年前，呂麗君斬斷與劉鑾雄嘅糾葛，放棄唾手可得嘅豪門主母名分。冇諗到一部給阿媽的情書，會意外撕開兩人分手12年嘅微妙現狀。如今再睇兩人各自嘅生活，劇情早已徹底反轉。無獨有偶，當年果斷離開李家嘅梁洛施，作出咗同佢幾乎一模一樣嘅抉擇。不得不講，兩個女人嘅清醒同灑脫着實令人佩服。糾纏半生，終究冇換嚟一紙婚書。劉鑾雄係邊個？香港頂級富商，長年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前。但大眾講起佢，比起商業版圖，流傳得更廣嘅反而係一眾女星相關嘅過往。李嘉欣、關之琳都係佢嘅緋聞女友。蔡少芬亦曾坦言，早年受過劉鑾雄多年照拂。若是論容貌，呂麗君遠比不上呢啲明豔女星。1998年，呂麗君喺當年大熱嘅港姐選拔中敗下陣來，隨後佢遠赴倫敦讀書。課餘時間，佢會喺奢侈品門店兼職。一次偶然嘅機會，佢結識劉鑾雄，亦徹底扭轉咗自己嘅人生軌跡。2001年，經呂麗君主動提議，劉鑾雄對外官宣兩人嘅戀愛關係，能夠令大劉主動承認，足見佢嘅本事。2年後嘅2003年，呂麗君以女友身份為大劉生咗長女。生育後，佢留喺倫敦繼續讀書，直至2006年完成學業，先重返香港。可呢個時候，佢依舊冇攞到劉太嘅名分，而兩人之間矛盾更係喺2008年爆發咗。原來嗰一年，大劉彼時嘅紅顏知己，如今嘅劉太太鄭海韻亦喺醫院誕下一女。身為公開正牌女友，呂麗君對外亦大方送上祝福。可隨後佢發佈嘅信件中，卻係暗示呢個女唔係大劉親生。呢番說辭亦徹底激嬲咗劉鑾雄。轉折發生喺2009年，呂麗君再度懷孕。呢一年嘅母親節，劉鑾雄仲陪同佢與女兒自家母親聚餐，場面看似和睦。次年，呂麗君誕下次子劉子峰後，佢同劉鑾雄嘅關係亦短暫重回溫情。可即便呢個時候已經為大劉育有一仔一女嘅呂麗君，依舊未能達至屬於佢嘅婚姻名分。到咗2014年，兩人私下分手，仲喺次年簽下完整嘅分手協議。只係兩人分手嘅消息，劉鑾雄於2016年先正式宣布。不僅如此，大劉嗰個時候仲控訴為咗呂麗君嘅面皮，佢一直選擇低調處理。可對方卻喺分手仲一直誤導大眾兩人仲喺度交往。呂麗君甚至刻意離間佢同細路們嘅感情，女兒同自己日漸疏離就係證明。對此，呂麗君作出回應，無論係邊個寫嘅聲明，內容係咩亦都唔重要，我同細路只希望你早日康復。而且佢嘅說話似乎亦喺暗示呢個係旁人串絕大劉發出嘅。幾日後，劉鑾雄同鄭海韻登記結婚，呂麗君亦送上咗祝福，當然希望佢幸福快樂，快樂係最好嘅療傷。分手12年，反而活得自在從容。如今10年過去了，距離兩人私下分手更加已經過咗1-2年。而近期一場灌影路透，徹底揭開咗佢哋分開12年後嘅真實狀態。劉鑾雄罕有同次子劉子峰、呂麗君個仔現身影院觀看《給阿媽的情書》，從此前所傳嘅父子倆疏離嘅傳聞就咁不攻自破咗。之後，呂麗君更加大方晒出母子合照，坦然展示個仔嘅優秀學業，唔遮掩、唔回避、唔刻意低調。呢份從容底氣，遠勝虛無嘅豪門名分。回望呂麗君嘅故事，佢陪伴劉鑾雄多年，收穫咗豐厚財富，亦擁有咗公眾知名度。12年前，睇清感情無法挽回嘅佢，主動收起稜角，放低名利爭奪，敢於及時止損嘅佢，牢牢揸住咗人生嘅選擇權。自此，佢嘅生活完全由自己做主，生活少咗好多內耗，內心安穩平和。佢卸低咗劉鑾雄女友嘅標籤，專心湊大一對仔女，同時深耕獨屬於自己嘅公益事業。
人生擁有咗更多嘅可能。而人人艷羨豪門太太嘅身份，實則捆住唔少枷鎖。個人事業、社交圈子、家族瑣事、豪門規矩，處處身不由己。鄭海韻係繼寶詠琴之後第2位正式成為劉鑾雄妻子嘅人。佢為劉家誕下2女1子，手握名分與千億家產。可如今嘅劉鑾雄已經不復當年，長年受病痛困擾。10幾年嚟，鄭海韻不僅要貼身照料丈夫，仲要周旋劉家嘅家族事務。反觀始終未能攞到婚書嘅呂麗君，如今反而活得自在瀟灑。細睇佢嘅人生選擇，同另一位知名女星梁洛施不謀而合。同梁洛施選擇一樣，2007年19歲嘅梁洛施經楊紫瓊介紹認識咗41歲嘅李澤楷。彼時嘅佢已係港圈備受睇好嘅實力派新星，憑藉伊莎貝拉斬獲佳績，前途一片大好。可再亮眼嘅演藝光環喺頂級豪門2代面前，依舊顯得好微不足道。與哥哥李澤钜早早迎娶黃麗喬，踏實顧家，安穩成業唔一樣。李澤楷生性不羈，向來唔俾婚姻束縛。可梁洛施依舊愛上咗李澤楷，熱戀知己，佢願意喺事業嘅爆發期，且喺冇婚姻名分嘅情況下為對方生仔。即便後來再問，佢都表示唔後悔呢個選擇。佢當時就係好愛呢個男人，亦渴望擁有一個家庭。李澤楷亦係斥資2億港元幫佢賠付解約金，解除演藝合約束縛。2009年，兩人嘅長子李長治降生，細路嘅名更加由李嘉誠親自擬定，足以見得李家對呢個長孫嘅重視。只係梁洛施並冇因此母憑子貴就此嫁入李家。次年，佢再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嬰，自此佢已經同李澤楷生咗3個細路，未能換嚟一紙李太太嘅婚書。與此同時，生性灑脫嘅李澤楷身邊從不缺追求者，情感狀態始終飄忽不定。睇清呢段關係後，23歲嘅梁洛施喺2011年主動發佈和平分手聲明，乾脆利落斬斷所有糾葛，體面退場。喺當年嘅大眾眼中，放棄嫁入頂級豪門嘅機會係莫大嘅遺憾與損失。可15年後再睇，佢當年嘅取捨早已盡數轉化為人生紅利。物質上幫李家生咗3個細路嘅佢手握充足生活底氣，更難得嘅係佢同呂麗君保持住同樣嘅清醒。脫離豪門紛爭後，2人都將重心放喺仔女培育與自我成長上。只係與呂麗君唔同嘅係，梁洛施本來就係一位藝人。分手後，佢重拾咗自己嘅事業。今個月，佢帶住主演新作《重生2》，接連亮相上海國際電影節等多個活動。企喺聚光燈下嘅佢，剝離所有豪門附屬標籤，身份純粹為演員。幾站公開行程入面，男友馬玉柯全程相伴同行，兩人嘅甜蜜都快日出屏幕啦。如今嘅佢，事業自主，感情自由，人生可控。比起困喺豪門牢籠入面，依附名分度日，梁洛施呢份及時止損、活出自我嘅灑脫，格外難得。12年光陰流轉，劉鑾雄長年俾病痛束縛，困喺豪宅與醫院之間。呂麗君攜仔女安穩度日，公益、湊細路、自我成長同步兼顧，活得鬆弛通透。15年歲月沉澱，李澤楷依舊維持不分繁雜嘅社交生活節奏。梁洛施重回熒幕，擁有合拍嘅愛人，大個咗懂事嘅細路，活成獨立書展嘅模樣。一時嘅身份光環終會褪色，刻喺自己身上嘅底氣與選擇權，先至能夠陪伴人跨越漫長歲月。好啦，以上係今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